这是始于1976年的玉雕传奇。半世紀以來，一心一意為愛玉惜玉之人，精雕細刻出最稱心滿意的翡翠真皮。對於工藝，就算係一條頭髮絲位，我都會堅持再堅持嘅。呢個就係碧玉風嘅藝術精神。既以精益求精、與時革新，而對玉雕藝術一絲不苟的堅持，始終如一。一方翡翠流露的不只是細膩匠心、精湛工藝，還有無盡的心意、寄託。三色玉雕嘅藝術，除咗傳統滋潤之外，亦都銳意創新，希望同唔同年代嘅愛玉之人結下玉緣。